Rifle 最廢人啦。咁我今次咧，大家對呢個場景咧，同埋我平時玩嘅 Rifle 嘅場景咧，有眼都可以睇得出啦。係一啲都唔似嘅。如果今次玩幾隻 game 咧，荒野領導第一次唔係第一次玩，因為係我創嘅新像啦。我仲有個舊像嘅。嗱，咁我今次咧主要係聖杯，同埋適應下用新手用係咯聖杯咯，升我新像好嘅杯。我今次講嘢我可能會有啲細聲，大家原諒一下。行雷啊喂！你而家先至嚟行雷，拍片你先至嚟行，乜鬼嘢？啲屎運氣！呢隻角色好用，同埋佢仲係傳奇角色，所以我就今次升佢杯。反正都係打啲 AI，打啲人機，求其打幾下就得㗎啦。喂，送啲搶我人機嘅 BB 邊臨搬。打打咗隻A添，再打艾德加。我唔知道仙人掌叫咩名，我唔記得咗。我唔講仙人掌嘅名，我直接叫佢。好似係史派克。點解冇人攔呢？史派克。史派克，整個大技出嚟。艾德加奇 easy 啦，打個日機。我兄弟咁都打唔到，哇廢柴！喂，全部升！喂，點解？喂，咁鬼多位咁鬼多人，我一定會打中又盾嗰個咧。每次都係咁，有隊友陪隊友，即係路人局突然間出現咗隊友咧，陪我哋打咧，就一定會咁樣。有排位賽啦，終於新帳號終於有排位賽啦！嚇？係新手 R，但我都冇 R 呢隻角色喺新手嗰度。等陣啊玩斯塔羅娃，斯塔羅娃超簡單，超標角色。外面落雨，打爆呢個 MB 部人機。MB 部，我今次一定要殺死一個人。
都 OK， 殺死咗3個，要做任務因為隊友唔好嘥我時間。OK， 繼續開始。今次我嘅隊友有查克、火車列將、巴比特8號、比特8號、強大、法蘭克。我先打法蘭克，然後再打。哇！熊仔，你垃圾熊，滾！我兄弟現在又到你搞了。哦，我呢個大招，我普通話講得超廢。哇！一個大技仲未完。我第一次覺得斯塔羅娃個大技好煩。隊友勁！繼續開始。我之後玩荒野應該都會用新將。我狂行佢哋外面，打爆 ，get shot， 拜拜。玩噴霧仔，唔係佢係男定女嚟㗎？女啊！我好似唔知道一啲角色嘅男女嘅性別。我今次主要嘅目的都係殺人。殺唔到一個。隊友入波，我殺人。繼續。墨魚哥我隔離。喂呀！你唔好理啦，我要殺你啊 ！OK， 得，都 OK。殺咗2個，第一個。繼續殺咗彈射先，最少血。喂，唔好死住啊！Yes！ 俾隊友。OK， 睇下得未先。繼續對面熊仔比特8號，然之後仲有法蘭克。我呢邊除咗我之外都係新手角色。喂！我殺咗比特8號，即刻衝返去。喂，雪梨 OK 啦，雪梨。但我要搶雪梨怪。我師兄，你呢個神槍手唔好搶人怪啊！搶人怪唔好㗎。OK， 衝打，繼續，一路打法蘭克，追住法蘭克打，佢唔好射咁威快啦 ！Yes， OK， 繼續。對面 MB 部艾德加嘅神槍手，會將一啲角色，有時有啲角色會將我會將佢變成
一啲即係我平時會叫佢嘅名啦。然之後咧，有啲咧就會叫翻佢正常名，例如艾德加啊。莫提斯我就唔會噶啦，我叫佢吸血鬼，因為我有時會唔記得咗佢個名。直接入波，勁！今次換一換個模式，我今次玩生死鬥。我今次用呢隻咧玩斯塔洛娃咧，對其他角色嚟講咧，簡直是碾壓級。我操！神槍手。不對情況不對啊！嗱俾大家睇下我嘅真實力。我嘅真實力係點樣呢？等一陣啊嚇，我捉完呢啲就發揮我嘅真實力。信義之術。嗱，我嘅真實力啫，就係咁樣啦。3個人，2個人啊，剩翻。等佢自己嚟揾我啦，然之後我就一嘢偷襲佢。反正我呢隻角色係刺客，算啦。我呢隻咁貴，如果有大技嘅話，會唔會有大技？超市，哇！玩晒啦，玩晒，哇！傻仔，繼續。點解有一個人睇住我玩嘅？嗱，俾呢隻廢物角色見到我嘅寶箱，我攞寶箱咧，肯定會偷襲我，所以我都要偷襲下佢。情況不妙，但啱啱應該情況很妙，我應該插埋佢。喂，艾德加喎，我係你喎，我 sorry 咯。咩事？死我掛嚟㗎啦，肯定。OK，咁我今次又玩到呢度啦。大家覺得如果大家唔想我覺得我玩 rifle 更加好嘅話，就喺留言度陪我講玩 rifle， 然之後我就玩 rifle 啦。覺得玩荒野更加好咧，就講玩荒野啦。咁今次嘅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加撳讚。OK，下次再見啦，喂，拜拜。